各位組員、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各位再次嚟到窺探調查組，我係你哋嘅調查主任阿君。喺上集節目當中，我哋用最詳盡嘅事實核查角度，為大家拆解咗2026年度娛樂圈最大嘅豪門風波，亦都睇見咗網民點樣集體湧入楊思琦嘅社交平台，為佢洗刷背負咗15年嘅拜金惡名。不過嗰場風波只係掀開咗冰山一角。當楊思琦喺最新嘅訪談節目中拋出嗰句震撼全港嘅，如果我要揾有錢人瞓低就可以啦，點解要出嚟做得咁辛苦呢？嘅黃金金句時候，佢更加忍唔住流淚控訴，指責當年喺無綫電視，佢哋喺拍戲期間曾經遭到某位前輩大姐大拉幫結派咁集體咕咕立與欺凌。本以為呢個係一場受害者遲到咗10幾年嘅血淚控訴，冇諗到就喺最近幾日，娛樂圈嘅各方勢力突然半路殺出，等呢場欺凌事件瞬間演變成一場精彩絕倫嘅片場羅生門。首先係著名主持人梁思浩喺節目中公開潑冷水，指名道姓痛斥楊思琦係背唔好台詞，卻喺人前扮可憐博同情。緊接住2010年同劇組嘅重量級前輩陳曼娜，竟然喺最新接受明周專訪嘅時候一槍定音，唔單止幫無辜孭鑊嘅視帝夏宇洗清嫌疑，更直接實錘點名咗當年嘅片場帶頭霸凌者，就係實力派女藝人商天娥。而面對各方指責與坊間盛傳嘅貪小便宜懶飲嘅食傳聞，楊思琦喺2026年嘅今日，終於忍唔住發出45字重火力反擊。更加首度揭開咗當年被全港嘲諷嘅打包拜神豬肉背後嗰段血淋淋嘅真相。到底當年喺化妝間發生咗咩驚人嘅斥罵事件？梁思浩嘅指控同陳曼娜嘅實錘，邊個先係講真話嘅嗰個？而嗰塊被有心人歪曲咗10幾年嘅拜神燒豬肉背後，又隱藏住點樣讓人啼笑皆非嘅內幕？今日阿君就以專業時事調查嘅角度，為大家逐一剝繭抽絲，還原呢場娛樂圈最震撼嘅終極大對決。開始之前啦，如果你都想第一時間收到最理性、最入肉嘅社會調查事件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啦，同埋撳埋個鐘仔啊，咁就唔會錯過下條片，免費訂閱嘅。大家嘅每一個 like 同埋分享，就係支持阿君繼續查落去嘅動力。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入正題。首先，梁思浩半路殺出佢所講嘅扮可憐講法，引發隔空對線。當全港網民都喺同情楊思琦當年嘅遭遇嘅時候，著名主持人梁思浩卻喺網絡節目娛樂好好玩中投下咗一枚震撼彈。佢以極其犀利嘅言辭，公開對呢場欺凌風波潑咗一盆冷水。梁思浩喺節目中透露，好多時候外表柔弱，喺鏡頭前含住一泡眼淚嘅人，私底下未必係真正嘅受害者。佢回憶起2004年拍攝劇集《無名天使 3D》嘅往事，指出當時同劇嘅吳家樂非常熱心，以為呢位女星被劇組嘅其他2位女主角集體孤立與霸凌，於是義憤填膺咁去向劇組了解情況，準備為佢出頭。冇諗到調查出嚟嘅真相，卻讓所有人大跌眼鏡。梁思浩踢爆當時根本唔存在任何霸凌，現場嘅情況僅僅係因為該女星喺拍攝時頻頻忘記台詞，瘋狂食螺絲，導致進度嚴重受阻。另外2位女主角等得太耐，無奈之下先至勸咗佢一句：你努力啲讀下劇本啦。梁思浩直言係有人利用自己楚楚可憐嘅外表，喺人前扮可憐博同情，甚至差啲連累咗幫忙出頭嘅吳家樂。雖然梁思浩一開始冇指名道姓，但佢隨後喺接受傳媒採訪嘅時候，直接公開承認口中嘅女主角就係楊思琦。面對係咁具有毀滅性嘅指控，不嬲溫和嘅楊思琦喺2026年嘅今日，罕見動咗真格。佢即刻喺社交平台連續發文，用極其強硬嘅字眼進行咗隔空回擊。佢先係諷刺梁思浩冇事搞事，隨後更加發出咗一段高達45字嘅重火力怒轟，為做節目故弄玄虛，說係說非，孤眾取寵，有人信咩？邊有咁嘅人？男子漢，多做嘢，少講嘢，積口德先至係人，大家小心。呢段充滿火藥味嘅反擊，直接將呢場片場恩怨推向咗雙方正面對線嘅最高潮。之後曼娜姐陳曼娜專訪一錘定音，直指商天娥化妝間罵戰。
就喺梁思浩同楊思琦各執一詞，全港觀眾睇得一頭霧水嘅時候，當年同劇組嘅重量級前輩陳曼娜接受咗明週嘅獨家專訪。呢番證言可以話係為呢場片場羅生門起到咗關鍵性嘅破案作用。娜姐喺訪問中大方回應，首先幫全劇組洗脫咗集體霸凌嘅罪名。佢強調，當年拍戲嘅時候，即係2010年拍攝翻丁一族期間，絕對冇乜嘢。全劇組聯合起嚟孤立楊思琦，咁樣嘅事情將所有人都扯入去係非常唔公平嘅。因為當時喺現場真正對楊思琦不滿並產生衝突嘅，其實只有一男一女兩位演員。緊接住，娜姐喺專訪中一槍定音，直接點名咗當初帶頭斥罵楊思琦嘅女藝人，正係外界盛傳嘅實力派大姐大商天娥。呢個讓長達10幾年嘅傳聞啦，瞬間變成咗官方認證嘅事實。同時，娜姐亦都為一直無辜孭鑊嘅資深視帝夏宇洗清咗嫌疑，澄清男主角絕對唔係夏宇，而係一位早就退出娛樂圈好耐嘅年輕男演員。既然唔係夏宇，到底呢一個男演員係邊個？由於今集嘅資訊量比較多，關於呢個男演員嘅推敲，阿君會留喺下一集同大家詳細拆解，各位記得留意啊！順帶一提啦，各位觀眾記得咗一個訂閱啦。今晚個當有新影片嘅時候就會通知大家啦，免費訂閱嘅。言歸正傳，娜姐更還原咗當晚化妝間嘅真實畫面。佢透露，楊思琦喺遭到斥罵同針對之後，一個人匿進化妝間痛哭，喊得非常委屈。娜姐當時睇唔過眼，即刻展現前輩風度，主動走過去安慰佢，關心佢嘅心情，甚至喺收工之後貼心咁邀請楊思琦一齊共進晚餐，安慰受傷嘅心靈。不過，對於網傳分發甜品嘅時候，唯獨當楊思琦係透明人嘅傳聞，娜姐就表示自己當時唔在場，無法置評。但係陳曼娜嘅呢番說話，無疑實除咗商天娥當年對楊思琦嘅嚴厲斥罵，確實存在。講到呢度，楊思琦最新回應係啲乜嘢呢？揭開打包拜神豬肉，血淋淋真相。喺梁思浩嘅忘對白指控同陳曼娜嘅商天娥斥罵實錘接連曝光之後，媒體喺2026年嘅最新活動中，直接向楊思琦本人進行咗正面對質。而呢一次，楊思琦選擇唔再忍耐，直接掀開咗坊間流傳咗10幾年，指責佢貪小平冇飲嘢食嘅黑歷史真相。針對梁思浩嘅批評，楊思琦字字具體地回應話：嗰啲完全唔係事實。如果係事實，我就會承認，但我冇做過，點解要認㗎？佢直言呢啲指控完全係無中生有。而最精彩嘅係佢首度正面回應咗全香港網民嘲諷咗10幾年嘅打包拜神豬肉與生果事件。坊間一直傳聞佢人緣差係因為中意喺片場蹭食蹭飲貪小便。楊思琦忍唔住苦笑反問：我需要咁樣做咩？佢還原咗當年嗰個被歪曲嘅開鏡拜神現場。直言無線電視每次開鏡拜神切燒豬，大家食完之後，全劇組根本冇人想要嗰塊最肥厚嘅豬油膏，即乳豬最肥油分最多嘅部位。大家甚至乎嫌棄佢太油膩，最後只能夠眼叉叉睇住佢被抌咗浪費。楊思琦表示自己從細到大都被教導要珍惜食物，佢當時純粹覺得冇人要抌到，太可惜啦，好嘥先至好心走過去打包帶走。冇諗到咁樣一個出於環保同珍惜食物嘅善舉，竟然被有心人喺背後惡意中傷、歪曲成貪小便、口住豬肉不放，甚至演變成佢人格上嘅污點，俾佢承受咗長達10幾年嘅網絡霸凌。呢段真相嘅披露，讓唔少網民感到啼笑皆非嘅同時，亦都深感娛樂圈輿論嘅荒謬同可怕。講到呢度，阿君點睇呢？專家深度總結與專屬結尾。今日呢，我哋將梁思浩嘅工作態度指控啦，陳曼娜嘅傷天害企鵝同埋楊思琦最新嘅拜神豬肉真相擺喺一齊對比呢場片場霸凌嘅羅生門，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啦。根據梁思浩哋嘅講法，呢個或者係唔係一場無緣無故嘅集體霸凌，而係老一輩嘅實力派演員如商天娥，因為工作態度、台詞進度等問題，喺片場同新一代演員爆發嘅激烈職場衝突。但係亞軍綜合咗唔同消息，不禁自然有一個諗法，就係會唔會係傷天害理鵝本身可能性格比較霸道，因為傳聞佢同唔同嘅知名女性亦有不和嘅消息傳出。
各位組員、各位觀眾有冇嘅睇法呢？到底係當時老一輩對新晉演員嘅工作表現有不滿，定係個別資歷較深嘅演員哈哈霸霸？大家留言傾下偈啦。無論點啊，不可否認嘅係喺嗰個拉幫結派、輿論一邊倒嘅黑暗年代，前輩大姐大喺化妝間嘅斥罵，同埋有心人將打包剩菜歪曲為貪小平嘅刻意抹黑，確實對當年嘅楊思琦造成咗難以磨滅嘅職場霸凌同心理陰影。時間係最好嘅過濾器，佢讓我哋喺2026年嘅今日，終於有機會聽見多方嘅聲音，睇清事情嘅全貌。最後，大家聽到呢度，相信對呢件事都有自己嘅睇法。阿君相信喺自由嘅社會，每一個人嘅聲音亦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非常期待大家喺留言區留低你哋嘅見解。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分享俾朋友，訂閱窺探調查組，大家嘅互動係對我最大嘅鼓勵。我係調查主任阿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